乐！当然，不是每个人都是母亲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啊。我想起我的妈妈，跟这个有点像哦。我的妈妈很美丽，很优雅，最重要的是她很喜欢跳舞。他很感恩，他每天都很喜乐、很快乐。我要学他一样，每天都要笑嘻嘻，永远18岁。这个是谁教我们做的呢？当然是这位，我是于西老师，专门教所有的小朋友做美术。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来了玩天使的手作。然后我们做了妈妈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妈妈。每天都很喜乐、很开心，然后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每个小朋友都做他们心目中他们最爱的妈妈，最美好的妈妈。来看一下，来 ，Hello， 叔叔，你做的是谁跟谁？然后这一只是我的哥哥做的。你哥哥是哪一位？那位大哥。那一位大哥，嗨 ，Hello， 叫恩大哥吗？对，没错，嗨，好，你很满意，要不要给他们祝福一句话？想不到，那就笑一个吧。嗨，耶，好，再来，小桃子呢？你手上这3位是你啊，可爱，还有呢？哥哥，还有妈妈，我感觉最漂亮的是妈妈，对吗？哦，好，妈妈对我们的爱就像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样哦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，3章16节，什么3章16节呢？我们一起来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信他的人都可以这样得永生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感恩的事情。对妈妈感恩的事情，虽然看影片的时候已经不是感恩节，但不是已经不是母亲节，没关系，我们仍然选今天对妈妈的一个感恩。拜祷呢，为妈妈祷告这件事情，让妈妈越来越年轻，好吗？脾气越来越好，好吗？越来越会说 no， 好吗？好，都来祷告哦，哈，也分享我们家庭，我们刚刚过的母亲节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呢要说台语的，一起来说，手牵手，你的会手。好。